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考湖乡公所的清洁队，邀请在地社区学校，甲这个公所的同仁甲职工，伫咧台主村的渔港来办理着净滩的活动，而且用这海洋废弃物来做再生的艺术墙，要为海洋环境来尽一分的心力。 海洋环境议题这几年愈来愈受到重视。伫咧海边的考湖乡公所清洁队，常在拢会举办净滩的活动。后礼拜个迄个工作室那边教囡仔讲，怎么样把那个废弃物变成一个艺术品这样子。嘿，我们这个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样子。 粪扫、玻璃桶、塑胶管仔、渔业废弃物，工作人员甲粪扫一个撇入去塑胶落内底。考湖乡公所讲，海洋废弃物过去拢是直接撇掉，即摆公所会伫咧3月14到3月21，邀请过来真有名的环保团体工作室来做伙甲废弃物。 变作是艺术品。内面拢咧生产一寡木工的物件，伫即个建筑物的外口吼，阮就会家己做成真水的即个围墙啊，安尼。一摆摒扫海沙部废弃物超过100公斤重，若是会当甲这废弃物重新利用，除了互民众了解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，嘛互社区的环境变更加水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